这个3倍券，中央政府伫咧7月15才要来发放，但是地方的政府嘛已经等袂赴咯。像这个批湖就来宣布，每一个县民搁来加码500块，而且7月初10就直接来发现金。若花莲的城城乡结合着饭店民宿甲餐饮业者的力量，只要到新城带特约的饭店民宿，满1000块就会当领200块的万宝金行券。徛伫苏北高地，就会使看海景，遍地花海嘛，互人心情真好。花莲的新城乡希望讲，互游客留较久咧，亲近大自然，要推出万宝的进行券，为6月20到7月31为止，只要到花莲新城的特约合法的饭店也是民宿，大房费用满1000块，每一间房间会使领到200块的万宝进行券，特定店甲农场拢适用。端午节的年假以及暑假这个假期，所以我们花了几十万，能够让我们新乡乡内的产业的经济效益达到3000万左右。各县市拢想要刺激消费，偏县政府将加码发给全县的县民500块现金。振兴券500块，那么改为现金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印刷的费用啊，那么还要多花500万。甲议会已经敲好啊，将本来加码的500块的进行券改做发现金，省印制成本加20天的印制时间，估计伫7月70会还，比政府的3倍券搁提早5天。偏嘛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发现金来促进消费的县市。